嗰度即财政部有公告，讲去年税收结果所编列的预算数金额是5283亿，是有史以来上介济。那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就讲，这钱呢就爱先互民众一个人发1万块。不过这民进党团是呼吁讲，就爱提出这财政专业理性来对话。那财政部就表示讲，那照法规来讲呢，那阵这钱有较加，大先爱摕来减少债务。财政部正式向上修正2024年全国总税收实际扣税金额是大票3.7619亿，那创下历史新高纪录。金额比预算数目加出5283亿，相关创下新的纪录。国民党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比照2023年发起行钱有民2.0，全台湾每人发1万块现金，让全民来共享这个经济成果。推动还钱于民2.0，让每人能普发现金1万元。会成为国民党团这个会期的重大民生的提案之一。如果一人1万元的话，也不过是普发现金2300亿元。国民党提出数据，讲2020年加2022年，将为着疫情了后进行发放3倍券、5倍券。2022年税收超扣5237亿，过一年2023年立法通过以后特别条例普发6000块，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。就已经连续4年税收超扣，国民党搁再主张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，估算成本大约是2300亿，占超扣税金的一半。由这阵普发现金无相关法源的依据，所以讲已经有侪位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正预算法。不过民进党讲无应该把超扣的钱看作是剩的预算，也来民众党是认为讲应该先重视财政的纪律。超征之后，有很多的指定用途，有很多的举债，有很多的还债，这些都要到决算才能够来做最终的结果。我们做平均下来，2300万的民众，每个人肩上现在都在扛着25.6万的这个债务，所以要整体去看。所以台湾民众党会主张先重视财政纪律，所以第一优先超征了5000多亿，先有部分拿去还债，如果还有剩下的，第二优先才发给民众。财政部是讲，超扣应该优先来行政部，强调虽然税收超扣金额5283亿，不过入去中央的只有3757亿，其他802亿属有地方法定财源，724亿是地种基金、亲友登记照护、健康福利馆这所需要。行政院是呼吁讲，应该先替总预算找到解决的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